再来看，这社会世界拢有温暖。这新德市辅助工区主管中心参伊甸基金会合作，顺回社区来提供免费的维修甲保养。若有行动无方便的人，这服务部门可会直接去到厝里甲修理。穿好家私头啊，还有零件来到社区中心，准备帮新疆朋友参时代，免钱修理轮椅也是拐啊，才会服务。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动的话，我最容易损坏的就是刹车、外胎皮，还有那个前面的小轮子的摩擦，很容易磨损。较方便啊，混了免得嘛走来走去，撞来撞去啊。一般你这敢会常常有出问题？有啊，会啊。倒位什么所在出？拢阮会出问题，拢是骹会出问题啊。因为这骹是迄种塑胶，就像迄个骹有，阮拢会行来行伊会磨损啊。修理虎躯的师傅过去是专门保养空军战机的工程师，伊讲修理虎躯的心情，就参过去同款，因为甲人的安全有关系，每一个所在拢爱真注意。一般轮椅开出问题的所在是洞啊。拐啊是在下底，防止过去用的塌啦。刹车像它这个都已经很松了，那如果说你在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它会，比如说它会变成这样子，会刹不紧，刹不紧会很危险。新德市辅区中心除了逐个月会巡回各社区提供修理服务以外，针对出入无方便的民众，可以提供到处修理的服务。辅具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它也会有它的使用的年限，它也跟我们的机车、汽车一样，都是需要做保养的。所以我们也会在辅具宣导的时候，跟民众去强调说，辅具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买了之后我就一直用到它坏掉，可是这中间如果我们经过好好的维修、清洁、保养、检修，其实可以延长它的使用性及安全性。另外，中心有借短期的服务，予临时有需要的民众来借。只要有需求，中心都会提供服务。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